为着要来配合这铁路高架化，嘉义市呢是要伫个嘉义基督教病院边仔的这个嘉北车站，要来征收土地分块。也毋过呢，所有地主来吊扛棒，而且是用市民咧靠的这文字的内容来表达权益受到损害的心声。乌底白字的扛棒顶面写着，请市长毋通听财团的话来拆伊的厝。即个吊伫嘉义基督教病院边仔胖店顶面的扛棒，是地主要征钱。希望道路拓宽，莫来征收伊最后的土地。中华路还未拓宽进前我这是有350平，一只咧做工厂，因为中华路90米拓宽，所以呢，剩后壁这个4平，即摆因为高架化，搁要把我这4平征收，这是足无合理。嘉义市政府配合铁路高架化，要规划嘉义边仔嘉北车站的交通，暗算要甲这条街仔拓宽做22.7公尺。地主认为是嘉义的原因，才害伊最后4平的土地嘛去互征收。嘉义就表示，配合市府的交通建设，因家己嘛有土地要配合征收。我们了解市府会对这边周边的道路会进行一些拓宽。那因为这样子，嘉基也要配合，我们会配合，就是我们的400-500部员工停车位呢，也会被征收。嘉北火车站新建之后的新的交通流量所带来的一些人潮跟车潮呢，我们在这个保健街我们做了拓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动作，那所以也会涉及到周边的道路的拓宽以及周边街角的这样子的一个拓宽。市政府都市发展处表示，这个道路拓宽的计划加强会影响5位所有权人，因是按照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规划，甲任何人也是团体拢无关系。若是真正的地主坚持要保留完整的土地，伫市府的都市委员会审议了后，会把伊的意见转达予内政部，予内政部的都市委员会来审议。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